我未熟我石硤尾村煤氣爆炸，現場樓層仲未解封，6個受傷消防員仍然危殆。郭榮鏗認為無限期佔領會影響法治，認為佔領行動係時候轉化。四川康定縣6.3級地震，最少2死50幾人受傷。民政部話可能有幾千間屋倒冧或者損毀。各位，歡迎收睇午間新聞。石硤尾村造成1死12傷嘅煤氣爆炸案，6個受傷嘅消防員情況仍然危殆，而涉案嘅樓層仲未解封。西九龍重案組嘅探員朝早去到美影樓11樓發生爆炸嘅單位調查。住喺同一樓層嘅居民仍然未可以翻屋企，只可以喺警員陪同下翻到單位攞私人物品。有住客話煤氣味仲未散，屋企情況混亂，仲有水，咁有水浸住，都仲有成呢個水浸住咯。唔住得啦，咪乜幫佢啊？揾人整把火先咯。咁冇雪櫃啊，雪櫃都冇啊。嚇！係啊，兩隻雪櫃門都甩跌咗。房屋署職員喺大堂設櫃位登記居民居住單位因事故造成嘅破壞，稍後安排維修。一批工程人員就去到爆炸樓層了解損毀情況。美影樓對開地下仍然有大量玻璃碎係未清理，呢一段嘅大坑西街繼續係封鎖住，有警員喺度把守。而政府化驗所等人員就執走地上嘅玻璃作進一步化驗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話：受傷嘅消防員大部分都係面部燒傷同呼吸道灼傷。好多呢啲傷者咧，佢係因為爆炸嗰一刻咧，有一個非常之熱嘅，同埋唔排除有啲化學成分嘅一個煙咧，係即係槍到。即係爆炸嗰陣咧，嗰個衝擊波咧係會將個人咧係拋起啊，然後撞咗去啲硬層嗰度。咁其中比較嚴重嘅一位嘅同事咧，當時相信咧就係受到咁嘅情況，咁而我哋亦都係對佢嘅情況咧係比較擔心。佢話醫護人員已經採用預防性插喉，保持佢哋嘅呼吸暢順。美影樓11樓一個單位，尋日近中午嘅時候發生爆炸，男戶主死亡，另外12個人受傷，包括9個消防員。警方話案件有可疑，唔排除有人打開氣喉自殺，消防會成立專案小組調查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日思報導。佔領踏入第57日，現時金鐘同埋旺角等嘅地區仍然有市民佔據馬路。針對旺角佔領區嘅禁制令，最快星期2執行。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話：無限期佔領會影響法治，認為佔領行動係時候轉化。旺角臨時禁制令就快執行，喺亞皆老街同彌敦道交界，有人將寫上心聲嘅標語貼喺路障上面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就呼籲佔領人士撤退。我哋都係其實希望咧個社會能夠盡快恢復嗰個秩序啦，就令到市民嘅生活咧能夠盡快恢復正常啦。呢個係市民嘅心願嚟嘅。咁而家佔領嘅朋友咧，其實佢哋都要思考下，即係下一步係點樣做法。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出席本台節目講清講楚，佢話遵守法庭嘅命令係法治精神好重要嘅一部分。我相信如果繼續咁樣係去佔領落去無限期咁樣咧，法治係會受到影響。咁但係我亦都呼籲就係即係所有佔領者為學生，亦都係時候去諗點樣去將嗰個雨傘運動咧帶到入去社區，而唔係無限期咁樣去佔領個街道。因為如果你無限期佔領街道，從政治嘅角度去睇，你可能係永遠會失咗民心。民心失咗嘅話咧，係好難再贏翻嚟。佢話從中信大廈執行臨時禁制令嘅經驗嚟睇，禁令執行嘅範圍只係用文字去交代，而冇地圖，未夠清晰。喺唔同佔領區提出訴訟嘅團體，以至係有機會協助執行禁令嘅警方同律政司，都有責任尋求法庭釐清，避免執行嘅時候引起爭議。對於有意見話法庭喺政治風波裏邊被擺上台，佢認為呢個講法係唔尊重法庭。無線電視記者吳建築報道。
職工盟建議企業出年加薪7%。企業個層面咧係有能力綽綽有餘滿足到全體員工去加薪7%嘅。你睇翻即係佢哋嘅盈利數字咧，佢哋嘅盈利數個百分點咧已經可以做到㗎啦。職工盟話，近年僱員扣除通脹之後嘅實質工資增長仍然偏低，更加曾經一度出現負增長。加薪7%嘅建議已經考慮咗今年經濟增長同埋通脹嘅因素。另外喺佔領行動期間，職工盟冇收到僱員求助話收入受到影響，希望僱主唔好以呢個做藉口削減員工加薪幅度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網誌，回應到滬港通第一個禮拜成交量偏低嘅情況。曾俊華話：滬港通係開通咗管道，俾兩地投資者購買對方嘅股票，但係投資者仍然要考慮潛在回報同埋風險等等嘅各項因素，亦都需要時間了解對方嘅市場同埋相關嘅股票。所以投資者冇喺滬港通一開通就一窩蜂盲目入市，並唔係壞事。佢對滬港通嘅長遠效益充滿信心，而現階段嘅重點係確保運作暢順，以及各項風險管理同埋監管措施能夠有效落實。四川康定縣6.3級地震，死亡人數增加到最少4人，另外有54人受傷。當局話災區有2萬幾間房屋受損。位於海拔4000幾米嘅鎮央塔公鄉，大量嘅房屋嚴重損毀。野地屋唔少都係當地壯族牧民呢1-2年決定上樓定居之後，先至以泥土、石同埋木建造。專家話呢一種結構抗震能力比石屎樓好，大大減低咗傷亡數字。塔公鄉其中一間小學超過2000幾個師生就冒住攝氏0度以下嘅低溫喺校外空地露宿一夜。尋日地震發生嘅時候，校內學生慌忙逃生，發生人踩人，幾十人受傷，最少1個學生重傷。救援人員連夜趕到救治傷者同埋安置其他人。好彩災民唔少都係牧民，普遍自己都有帳篷同被鋪，面對地震先至冇咁狼狽。呢一場6.3級地震，尋日下晝近5點發生，距離鎮央塔公鄉大約40公里嘅康定縣縣城，亦都有強烈震感。當局及後亦都錄得大約100次嘅餘震。國家地震局已經啟動2級應急響應。民政部話，地震造成重大傷亡嘅機會唔大。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指示，要求有關部門迅速全力搶險救災，盡量減少人員傷亡。無線電視記者周志玲報道。日本長野縣琴晚6.8級地震，造成39人受傷，多棟房屋倒冧。當局預計未來1星期仲會有強度達5級嘅餘震。由高空俯瞰見到重災區白馬村嘅損毀情況，有車被倒冧嘅屋頂壓住，村入邊一度有超過200戶斷水斷電，自衛隊派出水車為居民提供食水。道路被震斷，出現巨型裂縫，車輛要慢慢行駛。長野縣善光寺嘅石燈籠亦都喺地震中震碎。救援人員連夜喺白馬村搜索被困居民，喺倒冧嘅房屋入邊救出一個女人。村入邊有多棟以木製嘅住宅倒冧，超過20人一度被困，當中多人受傷。部分居民疏散到臨時收容中心。地震喺當地尋晚10點左右發生，震央位於長野縣北部，震源深度大約10公里，屬淺層地震，冇引發海嘯。氣象廳預測，附近地區未來1星期仍然可能發生強度達5級嘅餘震，呼籲民眾加強提防。無線電視記者劉偉傑報導。馬來西亞有煤礦爆炸，3個人死亡，29人受傷，包括5個中國公民。發生爆炸嘅煤礦位於沙勞越，琴日朝頭早喺井口下面大約450米嘅地方，當時工人正係準備工作，撳咗一個傳送帶開關掣嘅時候，突然發生爆炸。
當時一個排氣風扇亦都出現故障，當局正係調查係開關掣嘅火花，抑或係風扇故障引發爆炸。美國大湖區嘅惡劣天氣持續，多處因為路面結冰而造成交通意外。底特律有飛機滑出跑道，冇人受傷。架客機滑出跑道之後，停咗喺草坪上面，機上面160幾人由機尾疏散。客機由俄勒岡州波特蘭起飛，降落底特律之後，因為跑道結冰而滑行。機師曾經嘗試減速，最終客機滑到草坪上面。同樣位於中西部嘅俄亥俄州，亦因為路面結冰而釀成多宗交通意外。當局派人喺路面撒鹽融雪。而累積降雪量達到2米嘅紐約州西部，除咗加緊清理積雪，仲要防範下一輪災害，因為預計星期一嘅氣温會上升到攝氏15度左右，令相等於150毫米雨量嘅積雪喺2日之內融化，到時排水系統可能無法負荷，加上有落葉堵塞水渠，有機會引發水災。We don't have a crystal ball, can't say exactly whether or not there will be a flooding problem. Flooding can be terrible. I mean, really terrible. Flooding can be worse than the snow. 州政府正運送水泵等到當地協助救援。無線電視記者劉偉軒報導。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，曼聯作客擊敗亞仙奴，升上第4。藍衫嘅曼聯喺今場之前都未試過作客贏波，上半場繼續不設防。大致多雲，吹和緩至清勁東風。1點鐘氣温係25度，相對濕度70%，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。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一般監測站係低至中，路邊監測站係中。紫外線指數係6，強度屬於高。新聞報導完啦，再會。